新年恭喜！哎，怎么没有人？好像刚刚没有人在，大家吓到了，没想到会有人问安新年快乐。好，不要紧。咱今日要来传递新的信息，真趣味，唔知大家敢有唱过？应该是无，敢有？无好，262首，你看我紧张到。这首信息今日真特别，我先看一下，请帮忙放一下。好，上面有神奇的小字，会写领唱吗？有写到吗？有，看得到括号吗？领唱。会众，赶快着，看有无？迄字较细吼，这代表什么意思？头前4句，什么人要唱？牧师系着，牧师要唱，吼。所以等下练歌开始的时阵，第一句的是会听到什么人的声？牧师的声，咱免唱安尼。吼，咱对咧听看卖，因为伊足趣味的，这是辛巴威的编曲者，词曲是。莫桑比克，好，所以新的一年咱来唱一首，真欢喜娱乐的诗歌啊！因为今日咱阁有团契省长中志的就任式，所以咱只有唱第1集、第2集、甲第7集，好，咱来听看卖哦。第一句一个音就好。哇，吴牧师一个音就好了，厉害了。好。吴牧师，请自己开始哦。原来我也要唱，好了，预备，来，来敬拜主，来敬拜主，来敬拜主，世界已无人他甘耶稣撒比，来敬拜主。我们2个在家没有偷练好，没有练，对，所以有点紧张啊。麻烦这一句先弹一次。好。这样，好，我跟吴牧师要练一下。好，预备，来。好，来暂停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我们没练好，大家也还没练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领唱的先再唱一次之后，请会众来唱啊，因为我们有唱类歌版，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再跟上那个脚步哈。所以下面世间因无人通甲耶稣撒比这句，麻烦啊，不，我知道了，请我们的司琴这2个旋律都再弹一次，谢谢。好，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好，好，第1个音，预备，来。反复。好。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今天圣歌队，我原来非常的惊慌，想说我们女生女高音唱到第3个音都要啊到发，所以我们开嗓完了，刚刚声音很大，会众可能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万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从头到尾唱也行，好，所以那个有反复记号就反复，然后有括号领唱，记得的话就让牧师唱，好，咱对头来试看卖哦，好，第1集。预备，来，来敬拜主，来敬拜主，来敬拜主，世界已无人通甲耶稣。从头，来敬拜主，来敬拜。
主，爱敬拜主，世间也无人通换领唱。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我们要进到第二节来喽。咱就欢喜，咱就欢喜，咱就欢喜，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就欢喜。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第7节，来滚对住。来滚对住，来滚对住，来滚对住，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来滚对住，滚对住，来滚对住，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也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安尼最后有成功哦。好，这时请咱搁献到信息441首。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今日有新的长老，有新的职事，有今年新的团契首长要就任，所以咱会做伙敬这首信息，咱做伙来敬第1节就好。前奏，它的框框就是。心是一座破后，只下回响归我路，光亮古晚，神的后乡，就给后就是条。就是你的一座情侣，所属的那个地，勇敢进去，进出速度，心会多所在。这时，请咱安静心，准备财务再去写礼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今天的礼拜。
着趁上主找话得的时，找救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人着去杀因的道路，不义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62首，来敬拜主，会将请起立，咱吟第2、第7。来敬拜主，来敬拜主，来敬拜主，这甘愿无人通甲这所差比。来敬拜主，敬拜主。来敬拜主，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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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着欢喜，着欢喜，咱着欢喜。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着欢喜，着欢喜。咱着欢喜，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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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军队主，来军队主，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来军队主，军队主，世间军队主。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请咱有缘徛咧，做位用《使徒圣经》作为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马也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教会，信徒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华名。阿门。请坐。接来启应，启应文第20篇，诗篇第90篇，伫圣诗后面第1035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
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才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由你甲阮为孝顺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正要改变心意？由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由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幸福。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正夜这时，同心来到你的面前，用谦卑甲诚心来向你祈祷。阮承认，阮的心时常软弱软正，言语行为有时无合你的旨意，有时也会欠缺爱心，无及时的行动来见证你的恩典。恳求慈悲的主赦免阮一切的过犯，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重新来归向你。主，阮满心感谢你带领阮行过2025年，感谢你伫每日的生活中甲阮同行，无论平安顺利的时，也是伫艰难试炼的时，你拢甲阮伫咧。感谢你保守阮的家庭、教会、社会，赏赐阮日用的饮食，你的恩典也扶持软弱的人，互阮看见你信实甲慈爱，一直拢无改变。主啊，阮也将新的一年2026年交托伫你大能的手中。今仔日教会要新任的长职甲团契首长要就任，由你用圣神充满伫逐位服侍当工，使因有谦卑、包容、服侍的心，甲众兄弟姊妹三甲扶持，分工合作，做伙甲牧师来建立基督的身躯。恳求主也引带教会头前的路，使阮有智慧甲勇气，伫这个多变的时代，活出信仰的见证。阮所做一切的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愿安尼感谢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15章14到21节，现代台语本第354页。各位兄弟姊妹，
我家己确信恁非常良善，充满逐款的知识，佮会晓互相苛刻。毋过我好胆写即种批互恁，甲恁提醒几点，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通伫外邦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做这是宣讲上帝的福音，通互外邦人成做圣神所圣化、上帝接纳的诫命。所以，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我看服侍上帝最荣光。我毋敢讲别项代志，只有讲一项，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言语甲行为。用新约基督的能力，甲上帝的神的能力，互外邦人顺服上帝。所以对耶路撒冷周围，一直到以利尼哥地区，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才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照圣经所记载，毋捌听到伊的代志的人会看见，毋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愿上帝祝福听耶话过去行的人。但米，请圣乐队。要赞美的诗歌是听趟上帝。听从上帝和平民主。
敬道请吴牧师题目是伊无听见基督的地宣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我伫即礼拜过了无真好势，因为真无用，总是嘛有真侪陪伴伤心的人的过程，所以搁一遍，互我深深来体会到，其实咱每一遍的见面，拢爱感谢上帝。愿上帝帮咱，互咱真正伫新年的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咱会当这三件，真正是爱感谢上帝的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不管伫倒位，拢真正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所以，这是我要邀请你用感谢的心，附近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互相来敬拜上帝。咱若讲真欢喜，心就爱欢喜起来哦吼。虽然有可能伫厝内底无啥欢喜吼，但是也是上早起床，即摆上冷吼。不管安怎，总是当咱若开始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的时阵，咱的心就爱慢慢改变欢喜起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拢得到上帝的温暖，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赏赐带领。你赐阮性命，就是爱阮好好学习阮活地每一日的意义。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正听见今仔日你要对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历史顶头，罗马书这本册一直互人误解。认为这只是单纯咧讲保罗安怎认捌救恩的代志，就是保罗这历史顶头，其实一直拢有人咧误解这项代志。对初代教会的教父开始，厄古斯丁、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加里文，甚至到19世纪上尾。出名的英文罗马书注解，拢认为罗马书上要紧的就是头前的8章，第1章到第8章，后壁第9章以后无啥物重要。这就是对有历史以来，这要差不多1900年的神学家读拢安尼，然后呢？过去的人因各自对罗马书来提经文来做家己神学的主张，总是对17世纪开始就开始有神学家学者安尼认为，圣经无应该凊彩就摕迄段来证明家己的主张对，听有意思吼？无应该凊彩摕一句金句，然后来证明我的神学主张啊。圣经无应该安尼读，圣经应该重新，咱来看这个经文当时的时空内底所要表达出来的意义是啥物货。然后这款的主张，伫2000年了后。就是20世纪开始，渐渐互人接受，这也改变咱今仔日安怎读罗马书。伫这张批内底，罗马书是一张批，所以咱来先对批来想起。这张批内底，保罗一开始就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罗马书第1章16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讲什么话？有人讲恁信耶稣是基督，
是见效的代志。听有意思吼？倒边读是安尼读哦。我无看福音是见效，那安尼就是有人认为恁遮的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是见效代呢。保罗讲，而且是一个宣告，伊宣告讲，信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帝拯救，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身份是啥物货，信的人一定会得到拯救。对罗马书12章开始，保罗就教示罗马的信徒，既然恁已经献家己做祭，恁就要怎样面对外口的挑战？恁就要怎样互相相听？所以斯托德牧师直接就安尼下一个评语讲：啊，保罗罗马教会嘛，毋是保罗你所去做的啊！啊，你嘛毋捌去过啊！你安尼人教是别人，是毋是有较超过？你安尼教因，是毋是有较超过？然后咧，亲像你安尼讲，亲像罗马教会信仰有瑕疵，佮欠缺诚实。咱若详细读罗马书第9章了后，就发现保罗不只是表示伊对这个救恩的认捌尔，保罗嘛针对家己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教会纷争提出伊的见解。是安怎保罗要写这张批呢？当时保罗已经真出名，因为伊已经传福音10档啊，算照你咧写罗马书进前已经传福音10档，然后传福音拢伫外邦，所以伊用外邦传福音的使徒来认知家己。总是已经伫犹太人的群体内底引发真侪争议，甚至拄着别人的诽谤。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雅各就警告保罗讲，《使徒行传》21章的21节，咱来读这段经节，这是雅各警告哦，警告保罗，讲什么话？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有听到你假是住伫外邦的犹太人，叫因放弃摩西的律法，毋免甲因的囡仔行割礼，嘛毋免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咱来知影，这就是保罗伫耶路撒冷互人掠主要的原因。使徒行传21章的17节到26节，就描述保罗后来。雅各来经过了后，保罗搁带人去到圣殿，伫圣殿内底，伊互规城的人，跟地动共款掠掉的。然后，这项代志是保罗写罗马书1年以后所发生的代志，听有意思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现代学者认为保罗咧写罗马书。是要证明伊所做的一切，毋是离开上帝的心意。但倒边福音临到外邦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福音临到咱，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伊要为家己的服侍做一个完整的辩护。所以伊写予罗马教会，更加毋望爱得到因的支持甲信任。保罗是安尼讲，伫咱今仔所读到的经节内底，伊安尼讲，罗马书15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兄弟姊妹，我家己确信恁非常良善，充满逐款的知识，佮会晓互相苛刻。原文会当讲，关系恁，我也深信恁家己是满有诚实，充满。一切在目，也会当彼此苛刻。保罗伫遮学了罗马教会的信徒讲，恁已经有诚实的品德，对福音有真正的认捌。至到那对福音有真正的认捌，就会当互相来苛刻。真侪人对
保罗伫遮所讲的即句话，保留一寡意见，认为伊只是礼貌上帝学了尔，因为伊嘛，罗马教会毋是伊去过，嘛毋是伊创设的啊。总是咱也读到，随上咱会真详细读，所以咱会一直读到1月份的上尾啊礼拜。咱也读到保罗伫即张批的上尾，伊罗马信徒个别一个一个请安的时阵，咱就会当知影，保罗认捌像是理解当时的罗马教会，可能远超过咱的想象。罗马书15章15节到1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我好胆写这张批互恁，甲恁提醒几点，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通伫外邦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16节的 A 原文是应该安尼讲，因为对上帝赐予我的恩典。互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奴仆，因为服侍其实翻译做服侍，其实更较会当翻译的是更较好的翻译是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咱来知影，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保罗伫罗马书这张批内底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这张批一开始，保罗就安尼介绍家己讲，我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这是伊的第一个身份。然后伫保罗的书信内底一直出现总共47遍。换一句话来讲，这就是保罗伫伊的弥赛亚事件了后对家己的认知。保罗有一个弥赛亚的事件，我就直接无要加讲。咱会当参考《使徒行传》第9章、21章加26章。罗马的当时的法律是记载，人是啥物啊？一切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奴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当时的罗马法律内底，看人的身份只有2种。实际上其实有3种哈，但是不要紧。另外一个解说是，一个奴隶变自由人的时阵，伊的身份无啥共款。总是保罗看这项代志无啥共款。照保罗家己所讲是安尼讲，哥林多前书第7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受主呼召的奴隶是主所讨放的自由人，相款受主呼召的自由人是基督的奴仆。读起来亲像保罗搭男做伙，对无？伊只有看人就是人，上帝所创造的，听有意思吼？读起来是安尼，换一句来讲，保罗认为这个世间将人分类，这个人若是人自由的，无就是奴隶。总是保罗讲毋是，当主呼召了后的人，就受伊讨放。总是上时嘛，正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听有意思吼？受主讨放，互伊呼召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总是上时哦，嘛正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照当时社会惯例，是主人爱护奴隶一个名。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保罗家己叫家己保罗，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水。迄伫照当时社会意思叫做水，小啦吼，很小的意思。翻译做奴仆，原文的意思其实伫70书译本内底
真侪时阵拢用来指祭司，所以保罗刷落去才会安尼讲。罗马书15章16、12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做祭司宣讲上帝的福音，通互外邦人正做圣神所圣化上帝接纳的祭物。所以保罗就开始讲起伊是安怎服侍的，伊的服侍就亲像祭司带人来敬拜上帝献祭。所以外邦人的信主，就是圣神所献上的。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既然互主呼召，正做自由的人，那安尼另外一个部分，咱嘛正做伊的奴仆，爱服侍啥？咱的服侍真自然，就是传福音。咱的性命真自然，就爱互人领受到这个消息。传福音就成做咱必然的服侍。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传福音就是互人会当透过圣神正圣，伫上帝内底，互人讨绑、受讨绑，得到救赎甲自由。罗马书15章17节，刷落去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我看服侍上帝做荣光。咱来知影荣光这字原文叫做夸口。所以保罗是讲，因为耶稣基督的信息所做成的一切，是我会当因为我的服侍来夸口的理由。伫圣经中，事实上，咱读到保罗的夸口的时阵，伊讲伊要夸口什么话？咱知影，伊夸口家己的软弱。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12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毋过我的软弱以外，我袂为着家己等。迄夸口叫做“等”的意思啊，吼，台语总是原文其实是夸口的意思哦，吼，共字，当时夸口有当时也是，我要带你等一下，我真敖，吼，是这种意思。然后咧，保罗所写过讲，伊会当夸口的，只会当夸口什么话？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我只有要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所读到的保罗的夸口，通讲是伊上大胆的夸口，伊上最就是安尼夸口尔。咱来读看卖啊，保罗是安怎夸口？做伙来读罗马书15章18、19节，做伙来读来。我毋敢，只有要讲一项，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言语甲行为，用新约基督的能力，甲上帝神的能力，互外邦人顺服上帝。保罗毋是讲家己外交呢，伊是讲。基督照着我的言语甲行动所做，这新约基督，这只有圣神的溃烂，才会当互外邦人顺服上帝。所以斯托德牧师伊咧评价保罗伫遮所讲的，伊讲保罗拒绝去讲家己外交，等家己外交。只加讲基督照着我做的遐代志，所以耶稣基督毋是甲伊做伙工作，是照着伊来工作。圣神的溃烂不只是外显的神迹，圣神上做是对上帝的话来做代志。
罗马书15章19、22段，所以伊煞来讲，伊传福音所教过的所在，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对耶路撒冷周围，一直到以利哥地区，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保罗讲起伊过去10冬所行过宣教的旅程，去学本是安尼翻译，甚至我对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哥，迄个转这字原文其实是甲圆圈迄个希腊文吼，圆圈有关系，所以时常是咧指设一个中心，设是按这个圆箍啊的迄个轨迹来头前行。所以咱通理解保罗伫遮所讲的，伊讲会当对耶路撒冷用迂回的方式，毋是直接去啊吼，迂回的方式。达到以利哥，好，咱来小可看这条，这个可能看无啥清楚啊吼。耶路撒冷伫底，耶路撒冷伫上这边，以利哥伫底，伫上顶头，看到无？以利哥。伫亚得里亚海顶头迄个所在，有看到无？有看到耶路撒冷伫上这张图的上右下，然后以利哥伫底，伫上顶头的所在。以利哥是伫今仔日巴尔干半岛的西边，奥地利的南边，所以已经离奥地利维也纳足近啊。好，已经离维也纳足近啊。然后是匈牙利，伊的迄个交界是现在的匈牙利加斯洛维尼亚。圣经伫倒有写着保罗去到这个所在？请问，《使徒行传》20章第12段到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离开遐去马其顿，伊经过遐的地区，讲真侪话勉励信徒，然后去希腊，所以。圣经学者找半步就找到遮，嘛无讲，伊就经过遐个地区，所以这就是保罗捌去过以利哥传福音的根据。罗马书15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决意，保罗原文的意思是，其实是立志啦，立志。保罗立志，伊无要伫基督的名已经传过的所在传福音。咱来知影，就保罗的旅程来讲，宣教旅程。地中海东边，咱拄看到迄条图吼，通讲伊已经行透，所以即句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西边，往落去地中海，搁落去的，就是意大利罗马搁落去的迄个所在，伊也袂去。伊当然期待去到地中海的西边，这也是咱后礼拜会讲到。伊无去到罗马的原因，伫遮伊嘛讲了真清楚，因为遮已经有听见基督的所在，就是罗马教会。这就是保罗对家己传福音工作的期待，伊委身伫起造教会的根基。
用保罗家己的话是安尼讲，《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做一个牛的建筑师下地基，别人伫迄顶面起造，对吧？保罗家己安尼讲啊，我是迄个下地基的人。这就是保罗对家己的认知。伊认为上帝托付伊服侍上特别的所在，就是爱伊成做开路先锋的宣教师，毋是伫别人已经有根基顶头来起造。罗马书15章21节，做伙来读。今仔日咱所读到上尾迄一节吼，做伙来读来。照圣经所记载，毋捌听到伊的代志的人会看见。毋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保罗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2章的15节后壁，来说明家己的决心。伊讲为着耶稣基督伫伊性命中的疼，伊愿意向遐毋捌认捌伊、毋捌听过伊的外邦人来宣扬福音，直到因真正听见这个真道。这当然嘛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宣教师的服侍较要紧，还是起造的人较要紧？其实用保罗家己的话来讲，是拢共款要紧，因为无共款的服侍。就亲像我时常咧笑讲，做牧师就是伫别人已经起造的根基顶头来继续起造。1906年，井上伊之助的老爸井上弥之助，伊伫花莲互大陆古的族原住民所杀死，当时是迄个将头壳提走。当时井上伊之助伊伫日本的神学院咧读册，伊听到伊老爸即款的消息。伊真悲痛，所以伊真想要报仇。总是上帝话提醒伊，你是立志要传福音的人，所以后来井上伊之助就认为，伊家己认为，因为伊写伫伊的册内底，伊讲是安怎原住民会遮尔残忍，是因为无听见福音。所以，伊就兴起，伊要来台湾传福音，迄款的念头。伊安尼讲，对伫神学院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伊就安尼讲，伊安尼写，对今仔日开始，我逐工要为着台湾原住民祈祷，毋望早日有人传福音来成做善良的百姓。所以，伊立志，这个立志就是用传福音来报仇。然后伊来到台湾，好不容易来到台湾，结果他知影讲日本政府当时毋准原住民传福音，所以伊就去进修医学，改伫台湾的山区内底进行原住民医疗服务。1945年，日本战败，伫台湾的日本人受命令爱转去日本。井上伊之助阁往台湾当时的行政长官公署来订情，毋望伊会当留伫台湾。伊阁甲家己号一个名叫做高天命。总是伫1947年发生228事件了后，伊被逼爱离开台湾。伫1930年的时阵，有发生一个原住民对抗日本的事件，叫做雾社事件。过50年了后，雾社事件主角其中之一叫做花冈治郎，伊的个外地太太。因为伊当时是大巴肚，所以无自杀嘛，无受害。
叫做高彩云，去到埔里镇，有一位叫做邓襄阳医师所开的医生所。邓医师知影伊的来历了后，就问讲了后你发生啥物代志？伊就讲家己的故事。伊讲我对母城离开了后一礼拜后，就生一个查甫婴。不过当时咧生伊的时阵，失血伤多，样样要死。迄时一个日本医师来救我。不过伊已经死，毋知你敢会当帮我找到伊的坟墓？我想要伊来讲多谢。迄位医师是啥物人呢？这个高彩云讲井上医之助，这个邓医师就答应这个要求。后来伊找样样要20天，19天后，1999年。伊找到伫日本崎玉县入间的墓园内底，井上医之助的墓牌，墓牌顶头刻大大一字叫做“听”，下面用日本话刻泰雅族的话讲“上帝的编辑”，所以有一张图，咱来看卖啊。这是后来，对，有一张图，不是 AI 做的，这是绘本，这是绘本吼，下面就是上帝的编辑。咱来知影，对原住民来讲，人若出世，就是上帝开始咧编辑嘛。因真出名的，是迄个编绣吼。然后人若过身，就是上帝已经了啊，接了啊。所以照井上的医之助，伊的册，伊安尼诠释，伊讲：我知影我所做的做袂到，因为传福音这项代志我做袂到，所以在我无可能。总是上帝当借着伊所用的人来完成。我也相信上帝会拯救圣洁台湾的原住民，伫日本人甲世界的面前，即成做一个真水的物件。所以井上医师助伊的故事传开了后，被称作台湾医疗服务之父。后来1950年到1960年年代。台湾原住民差不多一族，大部分拢归信耶稣基督，甚至一度捌超过6成。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两个中间都有一个是基督徒。这项代志被称作20世纪的宣教奇迹。虽然我相信是遐有名，就是无名的基督徒。因付上家己的性命代价服侍所领起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讲起来，咱拢受这个呼召。什么会叫呼召？就是上帝敲电话给咱啊，来跟对伊。但安尼，咱愿意付上偌济来宣扬福音呢？我拄有讲过哦，对保罗来看，其实人无分做奴隶还是自由，是所有的人互上帝呼召了后，咱拢自由，总是也像是成做伊的奴仆。保罗甲井上医之助的日子真相像，因为伫因搁活的时阵。保罗嘛毋捌见证过福音，已经传到即摆啊。总是若是上帝咧编辑，伊所执成的一定是真水甲珍贵。愿你我性命互上帝使用，成做伊编辑的产物，伫咱的性命内底，
就亲像咱等者会见证到的，真侪人呼召，真侪教会服侍者，服侍者无啥物外教的所在，无啥物通夸口的，服侍者只是搁较知影受正人甲上帝所编辑，愿咱所做真正编辑成做上帝荣耀美好的极密，荣耀伊的名，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你是编辑阮的主，你呼召阮，求你帮助阮，互阮知怎样正做服侍你的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唱圣诗第441首。咱要坐咧吟就好。伫第1节吟会众吟第1节的时阵，我要请穆桂英姊妹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41首，做伙来吟来。小等者吼，迄个咱的竖琴也袂入来吼，不要紧吼，不要紧。OK 啊吼，来，咱做伙来吟第1节就好吼，来。上帝的圣诗因传保护，只会要开我路，我命故我心的好声，祝福基督。修书连连因为所属的那个天，勇敢进阶，亲像树道先回答所在。坚固。这点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奉立穆桂英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来甲服侍上帝为牧师，做伙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因为安尼，即时我要邀请透过咱教会的选举了后，正人的祈祷中，咱所选出的穆桂英姊妹，即时要来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使用。所以即时我要邀请穆桂英姊妹来应答我伫遮所问的。你当要领受长老的职责，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职责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你欢喜做桃园东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
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为理庆幸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好，即时我要请会友来誓约，所以会友誓约，若会使徛，我要邀请咱徛起来。啊，若感觉无方便，请坐伫座位顶头来应答就会使。所以不要紧吼，嘛会当坐咧誓约嘛会使，总是若会使徛，咱做伙来誓约。恁已经经穆桂英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依照法度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挺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伊为着恁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伊，互伊较会当尽长老的本分，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可以过吗？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知你警调阮来服侍你，但阮将你的人，也是阮正人所喜爱的人，穆桂英交伫主你圣手。你互阮有这个心志，竞选伊成做阮中间的长老。主帮赞伊，伫这个过程内底，真正领受上帝完全的智慧甲开力，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听，用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听，伫教会内底好好尽忠职责，求上帝使用伊，祝福伊生命中以及伊的家庭，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主，阮感谢你赏赐，你警调阮来服侍你，毋是要看这个责任最重、最尊贵、最宽口，是因为阮看重你警调阮，求上帝帮助夫妻，因带祝福带领，求上帝赏赐祝福阮今仔日所做，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对，站起来哈。这时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的官兵，设立你做桃园东会的长老协助牧师，线通知互正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付你的。但圣神设立你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监督因。毋通出伫勉强，是着遵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面流。这时，请会众坐，吼，请会众坐。咱这时要请小会员以及咱的第二长老来请这个女生来协助啊，哈。来穿这个长老袍吼，来，然后续来，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吼。咱嘛请已经毋是在任的小会员嘛会当请起来接纳吼，不要紧吼，来。所以团员长老，紧张长老，来。恭喜！郭长老来，教副长老要来无？不要
要紧吼。好，咱来拍花花好无？咱来。来，女生在，来去这条胸哈，来。等下哈，我想我免搁介绍啦吼，以后我想贵院长了会家己用服饰来讲话，来介绍伊家己，愿上帝真正荣光伊的教会，咱搁一遍拍鼓啊来荣光上帝。这时，我要邀请咱来吟圣诗第441首的第2节，咱游玩坐咧吟就好。咧吟到尾后的过程，我要邀请黄志辉带来宾认真理，歹势我真理哈帮我讲你的台语要哪讲吼？嘿，对。以及刘阔辉刘阔辉哈，刘阔辉，咱今到尾后先请4位要接受这次责任的兄弟姊妹，请来到台前，咱来吟第2节。上主基督君，家的家就天惜命，最难老师一线落步，最近边有独骄傲。愿主你来永困背影，我出了模样，所以勇气听他热情对你的言明。这是社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的设立。黄志辉蔡乃平、任丁年、刘阔辉来做桃园教会的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所以这时我要邀请恁，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誓约，应答我等者所问恁的问题。恁担要领受这事的这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也无？请较大声的哦吼，唔通干对嘴哦吼，有就讲有，无就讲无哦吼，就有就大声应出来，好不好？吼，恁愿意做桃园教会执事，就爱忠心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建立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时我嘛要请会友来誓约。所以，咱若有方便徛，会当徛起来伫座位顶头；若无方便，不要紧，嘛会当坐地。誓约就是誓约。
恁已经经黄自辉蔡乃平任丁年留看辉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接来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社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递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警调人来服侍你的教会。主，阮相信，当阮要接受这款的责任的时阵，阮知影，这毋是要夸口阮外交，是要彰显上帝你的荣耀伫阮中间，帮助阮，特别伫阮今仔日所设立的4位职事身躯顶头，互因性命、健康、家庭以及侪工作顶头，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因为主因是你所听、你所拣选的，求上帝伫因生命中彰显你的荣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桃园东会的职事，线通知正会友知，这个积分是照规矩交付恁的。但恁爱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会众请坐。咱请，对，爱多谢乃平吼，伊咱教会真久长的同工，然后扩会是伫咱中间嘛活动真久，是会已经是第2任。职事吼，真理，愿上帝帮咱夫妻，甲咱做伙伫地。我要邀请小会员来接力啦吼，咱拍扑啊来多谢因的服侍。谢谢。嘛请对。多谢哈，咱来翕一张相啊，吼，来翕一张相，对，好来，好，好，咱搁一遍拍扑啊来，拍扑啊了后，就是刷落来恁的责任，愿上帝帮咱夫妻祝福。这是咱要来做伙吟唱圣诗第441首的第3节。在吟唱第3节的过程，我要邀请刷落来这年咱团契的首长、少年团契我叫敬称姓陆，少年团契吴团欣，夫妇团契黄玉石，妇女团契苏依林，社青团契蔡乃平，圣歌队屈信玉，敬拜团赖和谦，赖和谦吼。等一下，吟第3节的上尾，我要请这几位兄弟姊妹来到台前，咱坐咧吟就好吼，咱来吟第3节。同着主在我命上事，尽力瞧我
人心事。智慧全我莫有灵敏，想思啥要稳静情，在愿开那乱将心事，追你彻夜上敬诚。高修教会稳定稳固你。伫咱的教会，咱设立团契的首长，为着要透过团契来讲传福音，来关怀弱小，上时也彼此相听。因为安尼，不只是咱竞选这几位团契的首长，毋是要爱抬头而已，是爱。竞选人来成做咱中间要紧的事工，所以这时我要邀请恁来应答我伫遮所问的问题，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应答。恁要领受上联团契、妇女团契、夫妇团契、社青团契、圣歌队。敬拜团的首长，这个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我要请会长起立。不要紧吼，若无方便听嘛，不要紧，嘛会当坐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上联团契会长、夫妇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要谨慎恁本身。行为甲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上帝。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经调人伫教会中，诚做服侍你的人。主，求你使用，帮助阮，互阮伫团契首长顶头尽职。求上帝圣神。甲你所竞选服侍的人做伙伫地，帮助因所讲所行下主心意。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会长请坐，这是我嘛要邀请小会员来接纳吼，请。对，来品。谢谢，抱歉，谢谢，等一下，谢谢，来，等一下。头前的少年啊，伤悬吼，会当迄个穿插出来吼。好啦吼，咱来翕一张相。咱拍鼓仔来多谢你的服侍，谢谢。
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歌评委黄志辉技师来示现。会场请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阿给福真，万里甘那万所变。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向阮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保守甲看顾。然后，阮伫这新的一年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满心感谢主你的保守看顾阮。这是阮也奉献淡薄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你来降下。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手背头前，我读一遍，请咱会众通两遍。我决意袂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踮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罗马书15章20节，请。踮袂伫别人的地基顶起厝。罗马书15章20节，请咱掀开周报第一页。下周的服饰，请咱备办心。第二页奉献的名册楼顶台的，请到办公室来更正。第三页消息报告，咱伫拄则已经举行中职团契会长的就任式。第二点，1月份地区中职长老陈建州执事歌评委黄玉石。第三点，主日学会议伫下晡1点，伫主日学中级班教室召开，请老师甲同工出席参会。下主日1月份定期中职会伫12点半伫701召开，请国部长报告交伫办公室来会诊。中职会煞
会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到会消息第一点，办公室守卫室上班的时间的调整，请咱家己来看，因为目前还搁甲保全公司伫咧进行洽谈，所以1月份先试行，请咱家己注意这个守卫室上班的时间。第二点，2016年合约手册，请各部各团体将你要有交的内容有2015年活动时间的报告，2016年组织年度的计划，并且伫1月18进前交予办公室来回整。第三点，教会咱会友的生日的祝福，这牧师已经有较早有详细的说明，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林雅锦姊妹，也是林武勇兄弟的查某囝，已经伫昨昏完成入念个别会法礼拜，并且今仔日下晡2点要伫天平山庄进行安放礼拜，请为作安慰祈祷。其他消息，普陀社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公里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一项吼，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看到文贵长老倒来到咱中间，伊有今仔日有甲一位朋友王慧君小姐吼姊妹，请伊徛起来吼，互咱来欢迎。欢迎，有机会可以当来到咱中间，请坐吼，免发徛吼，不用罚站吼。看到贵长老真欢喜，会当转来到咱中间。上时随上这个生日的庆祝吼，伊拄好昨昏生日啦吼。我昨昏做无用的，啦吼。所以就袂赴啦，唱生日快乐啦吼。所以吼，咱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互伊听啦吼。咱做伙来唱，不要紧啦吼，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啦，预备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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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伙来祈祷吼，主愿相信你竞选人，你也因带阮。特别，互文贵长老伫阮中间过去所做成的见证，主伫伊生命中，阮相信，对伊开始的迄一日，你就捌伊，你疼伊，甲伊做伙伫地，求上帝特别扶持，甲文贵长老做伙伫地，互伊的生活、生命、家庭。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吼。其实这就是一个示范啦，就是我刷落去，若敲电话有接到你有方便的话，阮会唱伫电话顶头唱歌，然后做一个祈祷，安尼尔啦。吼，真简单，就是安尼尔。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所以。假使咱若方便，当然无得较有当时会亲像，我的昨昏吼，完全无时间打电话，有可能会发生即款的情形吼，所以延后或是前后吼，总是阮会毋忙伫迄日，所以毋通掠做牧师敲电话去骚扰吼，毋是。就是要单纯祝大家生日快乐尔。假使咱若迄日有方便，互我开放，阮去嘛是安尼尔。吼，请毋通搁准备啥物会，还是其他吼拢免，就是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若假使咱若方便，我敲电话去，就来当用阮去，阮毋忙会当真正祝福咱大家。
嘿。我知。我知影，嘿。不要紧哈，迄个因为我知影陈文忠了的个性吼，无得较，所以不过陈文忠了嘛，这2礼拜伫咱中间，我嘛足欢喜吼，看到伊转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愿上帝帮咱甲陈文忠了做伙伫咧，咱也拍破来欢迎陈文忠了，甲查某囝吼伫咱中间，多谢。好，多谢这个提醒吼。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93首，阿乐专灵恩典主宰，会众请起立。阿乐专灵恩典主宰。万众千呼，感谢跪拜，白行诚实，因公义仁爱，尊严颂赞，地高万代。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通，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请听圣歌队的祝歌。定压密道。
平安礼，请大家互相请安，行平安礼。新年快乐，耶稣听你。喂喂喂喂喂喂，喂那个喂谱在宜林那边吗？啊，在宜林那边，宜林，我有看到他。但是我有多带一个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现在喂喂喂，喂，这个声音可以哈。